信心再信心安尼吼，会感应的心啊，会出来感应的。即摆再来这道理吼是简单的啊，道理上简单啊，是要做出困难安尼尔吼，所以就无困难，人家看较做困难的啦。所以就甲咱讲吼，这信吼就是家己信的啦。信心这种物件吼，是咱家己去甲做，甲成功出来，甲制作出来，修出来，练出来的。或者是基本哦，像讲要念一